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9号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中国的甘肃省昨半暝发生规模6点2的大地震，已经有100多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台湾的救援队已经准备好势，随时会当援助。不过，这大陆冷气团特别落南，对阴暗开始反冷，拜三会寒到拜六，北部地区可能会达到10度以下，也会落雨。台东有驾驶透早赛车撞到姜仔卡在车头，所拢唔知影，加在姜仔有送到动物病院抢救治疗，有保住性命。新闻一开始，咱来看这总统大选的新闻。这民众党的郭文定呢，早起召开国家治理记者会，强调有权无职的总统制就要结束，要打造联合政府。那民进党的赖清德呢，早起是和立委候选人做伙出席文化界小庭大会，伊是呼吁讲，就爱选对的人行对的路。那国民党侯友宜是去台南拜票，伊唔那接见这赖清德伫万里旧厝违建争议以外，伊也回应到这永德集团政治献金问题。提出大选的政见，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德早起召开国家治理记者会，强调爱结束有权力无责任的总统制，国家欠缺财政纪律，还有司法失灵等等的问题，还要打造联合政府。国家的效能太差，天天在吵架，不能有效运作。我们要终结有权无责的总统制，要创立联合政府，最终目标是内阁制。不过，修宪的条件真悬，外界嘛关注推动内阁制度的时程。郭文德讲，爱先为行政院长国会同意权，还有宪政管理来处理。那国民党侯友宜是去对手赖清德的本命区台南，去扫街拜票，嘛讲到赖清德因兜的违建，甲赖清德台南竞选总部疑似违规使用样品厝。赖主席面对所有人家相关的质疑，不要躲起来不说话啊！面对这个问题，你只要站出来，把事实跟人民做一个报告，让人民了解。针对时代力量的质疑，永德集团千万政治现金，甲台北港投资案有对价的关系。侯友宜强调讲，一切照法令办理。台北市政府嘛强调讲，标案以政府采购法来执行。一切公开透明。民进党赖清德早起甲立委候选人出席文化界挺大大会，强调文化台湾，话讲爱选对的人，行对的路。所谓选对的人，走对的路，就是走台步了。台湾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不能够走回头路。赖清德强调讲，爱向前行，唔是行回头路。嘛强调国会立委爱过半的目标，若无面对议题的时阵，政党的力量在国会会无够力，对国家的发展来讲，绝对唔是好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抢这少年人的选票，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去到校园和学生座谈，伊用这花虎和色国做例来看台湾，认为这国家袂当拢无进步，而且这执政者要有真强的抗压性。那这民众党的吴欣盈是伫咧背会，最近和这外交部争议，讲内容叫互站头起尾啊，讲这批评外交部的拢是有建设性的方案。那国民党的赵少康10月去到台大演讲，即上台就声援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而且呼吁中港就爱合法对待，呼吁这中国就爱合法对待香港。大洲校园争取少年人的选票，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19来赴林好美科技大学和学生座谈，分享主笔时期按实国看到的是按失败内底找成功的解放，因我华府是政经中心，无用阮失败。反思台湾每一个公共政策拢有风险存在，不过国家袂当因为安尼都来动点。我们每一次想要进步，一定是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不管是改革也好，或者是政策也好，那不高兴的人这个声量就很大，因为执政者压力都会很大，所以每个执政者都要有很强的抗压性。日前，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参加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回国了后，讲活动和中国主动打压，控诉外交部是断交部，引起议论。19又搁呛讲外交部哪得开旅行社？这一次去的感觉就是像外交部在开旅行社，只是在一些台湾 Climate Action 的这种光板旁边拍照，可以去不能发言的议员来出来跟我们喝一杯咖啡。吴欣盈嘛澄清对外交部的批评是有建设性方案，毕竟台湾外交处境困难，时空背景无同。外交部是不是嘛爱调整做法来应用，这是重要。那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18赴台大演讲，一上台就声援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要求中国爱好好对待香港。我不是只是声援黎智英，我认为北京要善待香港，你这样对待香港，
凭良心说，我都不愿意去香港，我也不愿意去大陆。赵少康嘛强调讲，反对中国介入台湾选举，嘛要求北京政府好好对台立抵用。若要离开台湾民心愈来愈远，对着盛大座谈取消了。赵少康19暗改去联合大学演讲，继续争取青年的选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唔但派军机军舰扰乱台湾，17也有2粒气球飞过海峡东线，18也有1粒出现伫咧基隆的西北边。因为咱台湾的大选特别到位啊，美国的这个美军印太司令表示，中国军方伫台海附近的扰乱，最近会愈来愈接出现。大选特别强化，国际也关注台海局势。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18致函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克斯，讨论美国如何在区域敌对情绪愈来愈严重之际，帮助台湾协助中国。伊伫会中讲到，小罗斯福总统伫之前进前有名呼吁，表示美国应该建立协助边疆厂，佮提议用有创意性的马界线解封，赶紧提供台湾上需要自卫武器，亲像汽车飞弹等。就是加速台美之间的这个工业合作，因为台湾有很优良的这个制造业，那美国的武器开发是比较先进的，所以可以把美国的这个研发能量跟台湾的生产能量结合起来，如此可以快速的强化这些军备的生产。盖拉格示警爱为中国侵台有先做好准备。美国16日也宣布3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中国国防部甲外交部也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佮表示会采取反制措施。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将对参与对台售武的有关企业采取反制措施。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表示，美方已经观测到台湾大选进程，中国军方伫台湾海峡周边的挑战行为继续增加，已经为中国想要施压台湾人民，呼吁中国克制恐吓行为，重新致力和平解决问题。政府也将持续秉持不挑衅、不冒进，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的立场，捍卫国家主权以及人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最近中国不止军机南绕台，还有空飘气球。为17 2条气球超过海峡中线了后，18个查到1条空飘气球，伫基隆西北边差不多67海里。另外，要共机4架次共南3只，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各军拢有严密监控甲应处。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这大流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表示，对阴暗开始温度就会一直落，一直到拜六。这个拜4、拜5是上介寒的，若北部温度上低可能落到10度以下，接触今年头一阵的寒流。而且这北部、东北部雨水会较高，伫2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才有可能会结树霜，甚至是会落雪。大流冷气团落南，气象署提醒，对阴暗开始气温会一直降，而且影响到拜六透早。特别是拜4、拜5，除了南部日时有20度以外，其他所在拢会感觉较凉寡，甚至北台湾会出现10度以下低温，加做今年头一阵的寒流。目前这一波最低的气温会在星期4夜里到星期5清晨。目前预估的低温在马祖是7度左右，金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的低温在9到10度左右。其他各地的低温是13度到15度，沿海空旷地区或近山区的平地，低温还会再低个1、2度，或是更多。另外，气象署表示，这2天雨水会集中在北部甲东北部的这方面，特别是明仔载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雨水爱等到拜4才会较少。若这阵冷空气，关山可能会结冰或者是结霜，也无排除会落雪。其实从星期3晚上到星期6清晨，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大约2500公尺以上的山区，可能会有结冰的现象，会有雾凇的情形。那至于最冷的时间，星期4晚上一直到星期6清晨，在北部、东北部大约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一样还是可能会有结冰或雾凇的现象，但也不排除可能会有降雪的情况。气象署也要提醒，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明仔载开始，除了桃园以北，其他地区拢有机会透9级到11级的强阵风。气象署也按算会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海面上也有机会出现4米到6米的大影，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
天气特别寒冷，观众朋友就爱穿好少。咱来关心国内新冠疫情继续在咧加悬。顶礼拜感染到这新冠病毒已经有32例死亡，拢无注 XBB 疫苗，而且佫有新的变异株 JN.1出现。就医生警告讲，台湾在咧旧历过年可能会规个流行起来。疾管署表示，目前 JN.1的本土案例无明显增加，不过有机会变作是后一批主要的流行病毒株。每年1月中过后呢，上严重可能是一天有到2万人确诊。新冠疫情持续加悬，顶礼拜新增加32例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全部拢无注新冠 XBB 疫苗。其中上届少岁死亡的个案是南部一个50多岁男性，本身有着过癌症等等的病史，3年前捌注过4档新冠疫苗，今年11月中发病确诊。虽然有紧急送交予病房，嘛捌使用过 ECMO， 不过落尾手也是因为喘气衰竭不幸死亡。住院的过程，他的这个休克的症状一直没有改善，另外也有并发这个细菌性肺炎的情形，所以是在这个住院后的20几天，那因为这个新冠肺炎造成的这个败血性休克以及呼吸衰竭而不幸的过世。因为新冠病毒新的变异株 JN.1， 在全球的比例加悬了真紧。国内有医师警告，到新增的时阵，恐惊要是闪袂过。针对这点，疾管署讲，目前 JN.1 本土的比例并无明显增加，敢若有3%。那附近的日本嘛差不多，而且造成疾病严重的程度并无加悬。目前世界卫生组织评估是低风险。不过，咱国疾管署预估 JN.1 免疫脱逃的特性较大，真有可能加做台湾后一波主流的变异株。每年1月中到1月底，新冠疫情可能达到上高峰。这个时间点，我们推估是落在明年的1月中到1月下旬哈。不过这个高峰的人次跟先前推估的一样，是大概落在18000人次到2万人次每日的一个状况下哈，并没有调整。疾管署指出，荷兰上新的研究显示，注 XBB 新冠疫苗保护力有7成以上。美国和大医博士的团队嘛证实，针对 JN.1 变异株，若有注 XBB 疫苗会有保护的效果。另外，流感病毒主要的病毒株嘛伫转换，B型流感占的比例增加，伫新增迄卡刀可能会较侪。目前公费流感疫苗敢若剩38万外筒，呼吁有符合条件的民众都要赶紧去注。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传出虐待婴儿案件，这个月初10有一个3个月大婴儿，可能是互伊的老爸拍甲重伤，送到病院进前已经无喘气、心跳啊，加在急救了后有恢复心跳，目前住伫咧加护病房治疗。然后这个老爸也互检方依照重伤害罪受压。警方接到消防局通报，有一个3个月大的查甫婴仔，敢若受到家庭暴力。警方找到23岁的老爸，伊讲是因为抱囡仔的时阵无细力去弄着，才互囡仔目睭有乌青的状况。不过检方介入侦办，发现这个老爸对案发过程交代无清楚，而且讲法还起还倒。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罪嫌重大，且有反复实施之余，原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病医表示，查甫婴仔12月初10送去急诊，已经无生命现象，头壳毋但有弄着伤，骹手也有凝血，目前也搁伫咧加护病房急救。这个疑似家庭暴力的案件，查甫婴仔的老母伫12月初10暗时发现囡仔鼻孔血流袂停，而且昏迷叫袂精神，才赶紧送病院。警方12月11报请地检署指挥侦办。查甫婴仔的老母伫咧12月12嘛表示有受到家庭暴力，检方12月13甲依照伤害的罪嫌声押核准。台中市社会局目前已经有安全的计划，查甫婴仔住院期间，老爸袂当单独面会。卡叔讲，查甫婴仔若是出院，老爸嘛袂当单独照顾。如果你的配偶事实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作为的话，周遭的邻居朋友，如果说也一旦发现说有你的朋友或者是邻居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也请拿起电话筒113来做通报。监管基金会表示，老爸老母也被束手，常常因为囡仔的教养会冤家，应该爱对外求助。社福单位也应该对高风险的家庭主动关心。若准拄到家庭暴力，会当敲113专线，找人来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今透早赛车经过台东大埔乡的时阵，伊有听到这弄着的声音，无特别落车去看，车就安尼一直驶到关山休困的时阵，才发现讲车头卡一只姜仔，随向这警方讨救兵，加在这姜仔有送去动物病院治疗，也要提醒民众，这台东是真侪野生动物的生态地，赛车就要特别注意。
正细日甲车头的水箱闸拆开，因为有一只山丘啊，规个拢袂叮当卡伫内底，互车请人做伙救出来时阵，佫哀叫。其实这是民众无细日弄到山丘啊的交通事故。阿姨说是住在。新派驾驶19透早5点外，为高雄开车要去花莲，途中经过台东县大武太麻里段的时阵，感觉车头有小叮当者，不过伊继续开，只是沿路一直看到对向有车一直甲四灯，开将近60公里到关山镇落车休困，才发现车头竟然驶一只山姜啊，惊一个赶紧向附近的分局报案，佮甲山姜啊送去动物病院救治。山姜啊到病院的时阵，下骸抑个2支前骹拢骨折，正边后骹抑个身躯有瘀着，伤势严重，毋过也有性命迹象。负责收治的野原动物保育协会表示，台东环境真侪野生动物生态地，不时有动物会走来路的，所以提醒民众爱多多注意。春夏之交的时候，野生动物可能求偶啊、觅食的那个需求又更频繁。那个时候反而是更要注意浓雾啊，然后光线不好的时候，那帮我们开慢一点。野生动物有受伤的情况可以直接拨打1999，那到县政府我们县民服务专线，我们会指派适当的人员去协助。台东县农业处指出，无细日弄到野生动物无牵涉到刑责，若做发生相关状况，会有专人协助。警方呼吁民众开车时阵，若做有各样，应该爱安全停好了后，详细检查车，安尼才有法度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只外籍货轮，因为伊的主机故样17跨刷伫咧偏湖吉背的海域，过当工出漏油啊，污染附近海域。相关单位已经初步把这个废油清掉。另外，海保署也发现讲，这个月台湾上无有过的关系海岸受到这废油污染，因也伫怀疑讲，真有可能是这船啊偷排污油，目前也当咧追查。海保署人员掠一片一片棉片，放伫海岸边仔吸油，摕起来棉片拢变乌色。这是伫偏湖白沙后了海岸，空的所在，有一只袂叮当的船。这只货轮17个钟失去动力，就靠山伫海边。虽讲船员拢平安，不过船顶有20吨的柴油刷流出来，规片海水拢互废油污染。18号的那一天呢，下午3点就已经全部清得比较干净了，就现场已经没有很明显的油污。总共呢，我们清了12车次，然后清了2690公斤的一些含油的一些废弃物。靠刷伫偏湖的货船，目前离海边无介远，航港局拍算19将船仔拖走。海保署表示，虽讲海边废油已经初步处理，不过海巡队员也是放柴油锁啊，避免海水可流，废油会扩散。我们现在目前人员，我们本署的人员也都在现场，持续的在做监控，看有没有一些漏油的情势，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那也会配合澎湖县环保局，跟应变中心呢这边来执行后续有关于如果在执行抽油作业的时候，我们会来做密切的监控。除了偏湖，这个月伫台东、屏东、新北等地5个县市，拢发现海边有废油污染的情形，因为废油大部分拢是伫石搭。必须爱用高压冲洗机，也是人工清除。海保署已经开始调查，怀疑可能是船仔偷偷排废油，目前阁无法度确定污染的源头。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今年一届岩雕艺术季来啊，这7个岩山高达已经办12年了。这届因是配合着台南建成400年，头一摆伫寒天举办，有9座岩雕伫咧户外展出。特别是这岩雕的造型，甲这个辐射人文地景结合，真出名的放假，每一个艺术品拢刻甲真活灵。远远看涂骹白茫茫，袂输拄着血色，这毋是国外场景，其实是台南7个岩山。今年岩雕艺术季头届伫寒天举办，佮把作品刷出来外口做展示。详细看岩雕顶悬，有办甲同样参考一地方美食元素做结合，请真侪人来翕相做纪念。第一次台南有这种岩雕3D的，何况又是我最喜欢的 Hello Kitty， 里面还有一些我们七股在地的。螃蟹啊、虾啊、鱼啊，无同款的一寡伊的迄个形态，包括伊骑脚踏车，啊，伊坐咱的岩梯，来去咱台湾世界，去看一寡风景，也是讲伊来到咱的
介好食的迄个玉井来食咱的芒果冰。主办单位指出，因应300栋的粗盐都一曲，拢总有9座盐雕，其中一座5米悬8公尺宽的作品，嘛创下有史以来上悬的纪录。技术总监讲，盐雕的曲每一步拢真有路，过程细节拢真讲究，特别这届佮搬出来外面，加减受到气候影响。东北季风哦，足大的，你看，迄风即马都来啊，你看。伫迄风接头的时阵啊，阮咧做吼，足爱做的，因为迄阮的雕刻刀吼，拢会一直摇一直摇，无法度上准啦。所以阮会咧做的时阵有这个困难度伫遮。做咧外口哦，较惊讲有风雨安尼啦。若看盐雕无够劲，佮有地景艺术通欣赏。艺术家捡海边仔的水流茶，河边仔顶废弃物，甲变做真水的艺品，提醒大家做伙疼惜这片海洋。今年艺术季展期到明年3月70，民众会使来遮看无共的地方风貌。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这中国甘肃省10倍半暝发生规模6.2的大地震，这地震深度仅10公里尔，而且一直有地动未出现，那造成这楚龙邦区真严重的死伤，连这个青海省也受到影响。目前有126个人过往，超过500人受伤。当地目前是零下10外度，也增加救援的困难度。咱的政府也拢表示慰问甲关怀，消防署也已经准备好势啊，若准中国有开喙，就会当专机去甲因协助。熊熊大地震赶紧导生，中国甘肃省吉州山县10倍半暝11点59分发生规模6.2的强烈地震，地震的深度仅10公里，各地短短1点钟内测到32解余震。甘肃省甲附近的青海省拢出现重大伤亡。根据官方的统计，到19下晡已经知影126个人死亡，536人受伤，超过15万间厝毁损，电力甲道路嘛损坏。那么这个区域受到整个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这种长期的这个挤压作用下的话，区域的这个构造活动非常的强烈。那么在这种挤压过程当中，发生这次逆冲型的这个地震也并不特殊。目前各地投入救灾，不过因为当地目前气温零下10外度，灾民第一时间走出来，赶紧穿羽绒衫，也有人披毯啊，为一个箍仔起火烘烧，嘛增加风险。黄金救援时间恐惊较无72点钟。救援队为这灾民搭天道，马上清会烧的一寡物资。另外，吉州山当地的建筑大部分拢是土木砖啊烧烂的木质结构，抗震性较差，嘛地区损坏更较严重。村子的受灾情况就如大家所见，另一方面呢，就是受前期这个寒潮以及强降温的影响，所以呢，周边的这个雪还没有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是全力展开搜救，国务院总理李强嘛表示，爱甲灾民安顿好。咱国府院也个海陆两会，拢对这代志表达慰问甲关怀。总统蔡英文嘛伫社群平台用简体字发文，强调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在这里呢，对于罹难者还有他的家属呢，表达哀悼和慰问之意。我们也希望伤者呢能够早日的痊愈。如果有我们可以协助的地方的话，我们相关的单位呢，很乐意呢提供各项的协助。内政部消防署表示，已经完成160个搜救队成员，包含医师、护理师甲结构技师。4架搜救犬，也有13栋各种搜救装备整备。听候中国提出支援请求，就会当全机支援抢救掉伫内底灾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冰岛西南部的雷克雅内斯半岛，伫当地时间10倍暗时10点17分，这火山喷发，严重的喷发高度有到100多公尺，威胁到附近的砖头，而且影响到机场运作。这届火山喷发的地点呢，正挖进一座地热发电厂。专家也伫咧烦恼讲，这发电厂会互火山损害到。岩浆一直为地面的泥棚喷出来。伫冰岛西南部雷克雅内斯半岛，10日暗时发生火山爆发，为冰岛的首都雷克雅维克，就会当看到火山爆发，甲暗暝笑甲光影影。火山爆发的地点伫希腊城镇格林达维克东北部差不多4公里的所在，火山的泥棚差不多3.5公里长，岩浆以1秒100至200立方公尺流动的速度向格林达维克行刷。互人更较烦恼的是，离格林达维克差不多6.4公里的所在，有一间地热发电厂。这间发电厂发的电提供在地差不多3万人使用。But very close to the town, we have a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We have a power plant, and we have
the freshwater reservoir, and the hot water is also coming from this area. So there's a lot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very close by. 当地因为火山爆发产生的地动，地势斜路变甲真大坑，还佫不时咧庆烟，两边互人看了会惊。冰岛为10月底开始，就真正发生真大的地动，到11月中，地动的频率甲强度拢向增加，累计有2万件以上。当地提早全面甲迪林达维克4层的居民疏开，而且甲真出名的景点南欧温泉关起来，嘛赶紧伫苏瓦尼心结第一发电厂附近施工，希望甲盐井引导去别位。目前发电厂以远端操作的方式来维持运作。在2021年之前，瑞克亚瑞斯半岛有8世纪无火山爆发的事件。火山专家指出，这有可能是当地火山活动新的时代开始。冰岛气象局表示，吉林达维克火山喷发的活动也无停止的迹象。在地居民伫地基内要转去厝里，恐惊是真恶。公司新闻江文编译。天主教教宗彭济各18批准一项裁决，这教宗同意神父会当祝福同性情伴，不过这条件是袂当甲这款祝福变作是教会的惯例仪式，或者是圣礼一部分。虽然也是代表这同性恋袂当办婚礼，不过大部分的民众拢认同这项进展，也希望教会会当更加开放。这份由教廷教义办公室第18发布的文件，内容是教宗方济各签署，表明赞成非正常情形的伴侣加同性的伴侣有接受祝福的可能，神父应该根据具体情形做决定。批评将可能透过简单的祝福，查询天主斗相共的各种情形下，无应该阻止或者是禁止教会甲民众挖军。Le persone di tendenze omosessuali sono figli di Dio. Dio li vuole bene, Dio li accompagna。这份历史性的裁示有关重申，教廷把婚姻看作是一男一女的终身庄严誓言，最强调无适用伫婚礼、民事结合等仪式，因为祝福袂互异常的情形变合法，袂是常规仪式或者是礼仪的一部分。Sacramental equality is what would put us on the same footing as any other Catholics seeking recogni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s. We're not there yet. This is an important step, but it is yet another step on a journey that still has probably miles and miles to go. 方济各自2013年当选教宗了，一直想要用改变某一寡道德教义来欢迎国家侪人入教会。不过教廷也提醒讲，这并无改变反对同婚的立场，而是天主接纳所有人的信息。对此民众大部分拢支持，有人认为教宗会当做更加多。Correcto, me parece que todos tenemos el mismo derecho, ¿no? Estamos en un mundo nuevo ya. Assim que me parece lo correto. Eu acho que você tem até o direito, você muda o que você quiser. Agora, perante a Igreja Católica, eu acho que ele está no lugar errado, esse Papa. 8月的这份裁示推翻2002年所发布的声明，讲祝福为何无正常的情形合法化，不过一定会互保守派反对。今年10届方济各对这个议题发表初步评论时阵，就已经受到批评。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所得税法修法今日伫立法院三读通过啊，包含有关幼稚扣除额，即第一梯增加到15万，第二梯以上拢是22万5，而且会提掉排除好额条款，适用年龄对出世到6岁。另外，也甲这税厝租金改列做是特别扣除额，今年扩大对12万增加到18万。财政部预估讲102万户会受到帮助，也会当甲这厝头家有厝税人无公开案例拢消出来。决议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通过。政府要解决消除法，鼓励生育，第19三读通过所得税法修法，配合政府0到6个国家做伙期，提高幼儿扣除额，针对第一梯幼儿特别扣除额提高到15万，第二梯以上拢是22.5万，佮提掉排付条款，适用年纪按0到5岁提高到6岁，有计明年生效，后年适用，大概有13万的家庭受惠。国民党团总调詹明忠讲。勉强接受政府鼓励少年人生囝，应该会更较有诚意。改善目前年轻朋友不愿意生小孩的国安问题，但是很遗憾，财政部跟这些小老百姓
斤斤计较，真的没有必要。借由修法提高幼儿学前扣除额，并且扩大适用年龄，将有效减轻家长们在学前幼儿的家庭负担。所得税法修法嘛，甲出生钱按即卖标准扣除额改列做特别扣除额，每年扣除额都按12万变18万。财政部估算，上最有102万户受益。学者认为，出生钱改列做特别扣除额，厝卡会向厝头家争取立步，会当解决税收市场的乌索问题，互厝头家甲出生钱的收入依法申报所得税。因过在野党建议扣除额爱提悬到24万到30万，才符合台北税收市场的行情。租金补贴不应该只是透过治标不治本的短期租金政策。因此，实力与各党团一起推动，将房屋租金支出改列为特别扣除额。预算并没有花在刀口上，政策也没有有效的让人民有感。因此，本席要再次呼吁，请政府持续积极盘点，推动相关修法。民进党吴玉琴表示，修法税处组更较有感觉，徛加正义更大进前一步。不过，民众党柯成远认为，政府嘛应该健全税处的市场。是李王婉如指出。民进党无充分讨论，赶伫选情通过，等于是强迫在野党配合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日三读通过囤房税2.0的房屋税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这新制度采用全国归户，毋是家己大的税率上限会扣到4.8%。这新制度按算明年7月7日就要施行。有专家认为讲，这税率调整，这条件呢对中古的厝无啥影响，毋过对这新起好的厝影响会较大。税金若起，这厝头家可能就会起租金，也拢算伫咧厝骹身躯顶。修正通过。不过前一天调解协商无共识，大家伫关心的囤房税2.0版，19日议会动用表决了后三读通过。新制以家户做单位，采全国归户，牵涉到税率的房屋税条例第5条，非自用税率依照正义版调悬2%至4.8%，建商厝内的厝拢依照持有年限适用2%至4.8%的税率，一定2024年7月实施，2025年5月房屋的税单就适用新制。提高了多屋持有者的空闲持有成本，也就是当名下有很多房屋的时候，却没有出租或者是利用，我们就会加重房屋税的负担。很开心，财政部终于可以迈出这一步，但是我们的税率最高税率只从3.6%提高到4.8%。税率的高低端看各地方政府的它的自治条例也导致全国这个税率的不统一，陷入中央地方高喊低收的这个困境。考量各方声音，来对于现在房屋持有成本偏低的长久问题，能够有效的解决。囤房税新制伫要实施，房产专家分析，因为囤房税税基是房屋现得来，旧厝影响小，新厝囤房大户影响较大。以台北市上城区30年30平电梯大楼的个案做例，原税率是差不多5000块。修法了后，以4倍税率来计算，差不多2万块，较袂因为安尼就甲厝卖掉。毋过同区域的新厝，每年房屋税若是2万以上，变4倍变8万，金额明显增加。可能有一些业主他的成本会增加，但成本增加是不是等于会抛售，亦或者是说等于他会去做其他的财务规划？我们会认为短时间之内看不出来，但是短时间之内可以明显感受到，应该在房租的部分上面会被转嫁掉。根据财政部上新的公布，全国非自用主体税籍家户归户统计，有7户以上的主体，差不多4898户，受影响的人数无济。专家认为，囤房税也是保留地方政府伫税率区间家己定出空间，市场甲厝内厝卖掉，这个效果也有待观察。建商也有可能考虑税率的成本他起咧收价，所以房价要降价的机会可能毋是真乐观。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有抓到一间保险经纪公司，因找桃园2间中医诊所4位医师合作骗这个保险金，金额有到1400万。警方表示讲，这保险经纪人去教客户假用着伤，再去找一个中医诊所，由医生开假的诊断证明，也佮含水药才会收据，协助这个人去骗这个医疗保险金。目前一关有21个人犯案，全部依照规则分数追上办。在公园拍球着伤，洗药镜骨倒，开车门扣夹着，骑铁马跋倒，这柜台保险证明单，拢是民众诈领保险金的证明。
几个间保险公司2016年甲刑事局报案，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有大量的投保人以真轻的症状长期去桃园的中医诊所看病，申请实支实付医疗保险理赔金。警方展开登记的搜证侦办，发现是同一间保险经纪公司办的，登记甲桃园2间中医诊所4个中医师做伙诈领保险金，然后指导他们前往特定配合的中医诊所来就诊。那再由这些中医诊所呢，对这些就诊的保护进行大量的一个过卡，制造假的一个就医记录。那最后呢，再进行换过卡换保健食品及3C 产品等等的一个物品。警方指出，保险经纪人甲投保人甲讲，惊着伤去中医诊所看病，大量入境保卡制造就医的记录，中医盗开假的诊断证明，还佫变做电商，互患者买保健食品、3C 的产品来代替水药的费用。投保人则佫摕假的单仔来申请理赔，累计诈领的保险金有甲1400万。尤其每一张保单上济赔3万块，有投保人一个手投保15间公司，诈领保险金45万。诊所的员工还佫有教人安怎诈领保险金的笔记。刑事局查到医师、保险经纪人、甲投保人等等21个人，以加糖诈欺、甲伪造文书罪上班。经纪人呢，他会先亲身自己保护，跟医师去做一些配合的动作。那接下来把这个手法提供给他旗下的保护去做一种手法的咨询，还是会有医疗法的问题。如果还有病历登载不实这部分，涉案的中医诊所19也是正常营业，未少患者去互医生看。不过卫福部表示，中医师若违法，会送伦理庭戒。诊所伪造病历嘛会裁罚。若敢是有诈领健保，警方会提供资料予健保署来清查。记者综合报道。航警局有查到5个香港人涉嫌利用旅游的名义，先去澳洲比利时和当地毒品集团直接，再利用这行李箱藏毒品开他命。入境台湾雪地的桃园机场防涨到，这挂毒品呢有14公斤，市民价值到3000万。警方对这个行李箱的内里超出几包毒品，对查发现讲这5个香港人利用欧盟免签证的特性，经过几个国家把毒品送到法国巴黎。加坐飞机到台湾，因也为着要闪过追查个人负责炸毒品有的人暗号，入境的时阵同款防涨到啊！那这背后指挥的主嫌代志曝光了后，走路去到泰国，也予检方发布通知。寒流伫要来啊！台北市社会局有派专人去分困地下外套、甲有烧包这的物资，也提供家友避寒所。民间组织官网心协会也提供洗身躯巾予这家友，唔但会当洗烧水，也个物资通好领。第一个，脚走进去吧，你拿过吧？好。为开店开始就世界无闲，这个所在是长期关心家友的机构芒草心协会，因伫去年成立，伫遮有提供予家友通洗身躯，也通提供物资，也会当做社会福利的资源。这个地方目前开到现在快2年了，然后从一天大概洗10到15个人，到现在一天是洗75到85个人左右，所以其实洗澡的需求在万华这个地区其实还蛮大的。其实一般人应该会想象，就是冬天洗澡的意愿可能没有那么高，或是比较懒得洗澡，但其实对于就是在街头露宿的无家者来说，可能如果没有洗澡的话，他比较身体上会不舒服，或者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工作，所以其实冬天洗澡的意愿还是很高。台北市各淡各寒，19暗个会愈来愈寒。拜4拜5气温可能伫10度以下。卫福部长许瑞元17参台北市社会局长姚淑文，中央地方合作，专工带队去北港公园甲台北车头发物资关怀家友。台北市社会局也做好准备，包括提供避寒所给家友住。有避寒所，那甚至我们提供发放物资啊，就是像大家看得到的睡袋啊、外套啊、暖包什么，然后又吃的物资。比如讲以睡袋来讲，吼，阮今嘛已经分出去300-400粒的睡袋，拢是善心人士捐赠的啊。比如讲暖包嘛是伫寒流来的时阵，阮就会到街头，吼，一个人分暖包给因。社会局讲，若民众要捐物资，会当甲社会局直接，无建议家己私底下去发物资，则袂造成物资发送无平均，造成浪费。另外，社会局讲，民众嘛会当甲物资捐予服务家友的民间团体、NGO 组织，因为帮助弱势需要政府、民间斗阵合作，也需要民众甲各界来斗支持。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
有真侪弱势囡仔因为家庭的经济无法度有更较好的教育和课外资源，甲副中心的调查受帮助弱势囡仔要到70%需要课外学习，真正有参加课外学习的人呢占了65%，也若这35%无参加的，其中有2成多是想要参加，却是无法度参加。所以外界做伙来关心，互这囡仔有一个改变困境的机会。清洁人员方面，虽然工作非常的弹性，可是收入就会不稳定，负担一些生活开销、医疗费、学费是很困难的。得到免疫病症的单亲妈妈，孤一个人抚养2个囡仔，其中一个有轻度的智能障碍，另外一个是学习障碍甲过动，致使经济生活压力拢真大。加在有社福团体协助，互囡仔有机会来学习才艺。按花莲来林林，因厝嘛是单亲家庭，因为环境的影响，虽然无学习的辅助资源，不过伊悠然认真打拼，每一科的表现拢袂歹，佫培养出写作的兴趣。对文字也没有兴趣，对数学也没有兴趣，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写。接触了哥哥的小说之后，我就问妈，那时候就透过了各种辅助，有给我一些钱，然后说你可以去买你想要的书。根据教育调查，受辅助的弱势儿少。地下课上数学、英语较差的比例上悬，有将近70%。这囡仔感觉讲需要课外学习，有超过70%的囡仔感觉课外学习对学科有帮助。也毋过整体来看，有3成4的囡仔无法度参加课外活动，其中的2成4是想要参加却无法度，大部分拢是因为家庭经济和无人通接送。因为家里的经济没有办法负担，那另外有2成的孩子是表示家里面没有接送他们的资源，所以我们会进行就是无穷世代的一个募款。教育表示讲，会用奖助学金协助学习资源、培育在地等方案来提供囡仔的学习需求，嘛希望各界会当共同来响应，帮助更加侪弱势儿少脱离困境，改变因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嘉义中部运动公园伫今年6月底完工启用，这公园内底有囡仔耍的游乐设施。不过顶日却传出讲，这囡仔无细腻去捡到尖尖的物件，却流血流地。目前这游乐设施暂时封起来，县政府也要求厂商着爱检查佮改善。工作人员伫公园游乐设备木造铺面顶头，出一地2点啊，因为顶日有囡仔伫遮耍的时阵无细去跋倒。结果靠着钉仔受伤，流血流地。他就说他撞到头，然后很痛啊，因为他伤口满身血都是一直流，那他一直摸，所以整个脸都是那时候都是血。跌倒其实我们都可以接受啦，对啊，只是不知道跌倒之后会抹到那个钉子一样。这个运动公园启用到今差不多有半冬的时间，游乐设施害囡仔受伤，相关单位赶紧暂停这个设施，嘛要求厂商随来改善。除了那个凸出来的部分，其他的平盘，我们也是考虑到说做预防措施，那我们全面性都把它铺上平台，可以提升整个安全。囡仔安全，拢嘛是爱顾，嘿啊，伊也做防护做啊较好咧，大人就较安心啦。真正有防滑效果啊，摔落嘛较袂，比如讲小朋友摔落断落有啊，嘛较袂受伤啊。县政府强调，这个设施改善了后，会伫明仔载也是后日搁再开放。刷来嘛会针对原来有烧伤目做规家公园邮局全面检查甲加强，希望袂搁发生同款的代志。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伫世界当中是真重要的角色。台师大的三创学院和瑞旭半导体公司合作，成立瑞旭 AI 多媒体与智慧物联网实验室，希望透过这合作呢，栽培台湾的高阶人才，开发创新的应用。导定这排晶片，就是瑞昱半导体公司的开发版甲应用到这晶片的产品。比如讲，扫图卡机器人、AI 监视器等等，拢是透过晶片计算使用者的数据，提供个人化使用体验。为着要栽培 AI 应用的人才，台湾师范大学三创学院和瑞昱半导体公司合作，共同打造瑞昱 AI 多媒体和智慧物联网实验室。好跟你合作，用这板子AIoT 的板子、智慧物联的板子，实际的产品顶管，这阮学校我都来跟伊也甲来合作，然后合作以后，我都做出更多新的应用。
为着要让学生会当了解产业界所需要的 AI 应用，三创学院拍算对113学年开设 AIoT 课程，嘛要推广到高中去教，需要唔拿关200底开发办互大师代，嘛唔忙透过合作共同开发创新的应用。半导体业几乎每一个厂家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都是找人才，以后只有2种人，一种人会用 AI， 一种人不会用 AI， 这个我们就是要跟 AI 共存嘛，对，所以如果说透过这实验室。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为着要强化产业竞争力，人才的栽培是必要的。随后表示，会当和教育界合作，对半导体产业来讲是真重要的管道。未来嘛会提供学生实习的机会，唔忙透过合作栽培各界人才。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中华鹿港8高之首的日暮行是生理人林金香伫咧1784年建所起的。即马这建筑物有损害中华县政府争取到文化部再造历史现场专案计划，进行日暮行的修复，按算伫咧2025年初会完工。热烈的人狮表演，祈求日暮行修复工程开工顺利。日暮行是鹿港8高内底规模上大的船头行，由生理人林金香大约伫1784年所创立的。因为建筑物出现损害，中华县政府争取到文化部再造历史现场的专案计划，办理修复工程。伊伫民国这个89年变成咱的限定古迹，91年的时阵捌征收过一届。那因为呢，经过风台，经过真济的这个岁月摧残哦，为着要互伊会使减少这样的一个损害，我们及早来做修复。咱只要甲怎甲修理好，环境甲整理好起。咱就会当变做世界文化遗产前1点，咱就会当甲台南来比拼，一户2路3万甲。日暮行头前也当看到当初高雄来往咧使用的机关座，创办人林金香唔拿做生理成功，嘛热心公益，成立敬义园，帮助乡里铺桥造路，甚至佮参与当初鹿港龙山寺新祖经的修复。日暮行原本是一个商号啦，后拄伊伫清朝、乾隆一直到嘉庆的年代啊，做真侪善事，主要就是希望会使甲即块善事的精神啊继续延落去。日暮行修复工程包括主体建筑、壁堵的修复，总经费需要4600万，由文化部补助75%，县府出20%，日暮行所有权人负担5%，工程预计450天，按算会伫2025年的年初完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新德县内有24间国小，到达有100年历史。文化局和两河文化协会100年小学文物调查团队，利用3年多的时间，收集这24间100年国小的这个史料文物，也个具相片，这珍贵的资料也当咧新德展览。100年小学主题展览现场特别布置成教室的模样，除了有珍贵的老相片以外，还有过去使用过的课本甲文献记录，让时代想起过去细汉时读册迄段日子。那个时候，娱乐的项目也不多啊，所以玩具这些啊，好像躲避球啊，还有玩那个小动作玩具啊，那都自己做自己玩，就想回忆是非常美好的。刚才跟校长不要老校长谈了一下哈，大家笑哈哈的，看到课桌椅啊，出去玩呐，不管书读得再好，一定要被修理。新德县目前87间小学，其中有24间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展览工作团队用3档外的时间去拜访这学校，收集资料，甲台湾教育体制变迁，利用主题展览。呈现在大家面头前。每一个学校，我们就想要找一本他们的严格啊，有些学校就保存得很好，但是有一些你就发现东西都被重铸了。好，我们曾经还是觉得说，这个重铸的花样还蛮美的。可是你就知道说，这些文件如果我们不把它数位化，
那将来这些就没有了。对于现在的孩子呢，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展览，让他们知道在早期新竹县在教育，就是在学校里面所发生的点点滴滴，而且可以透过非常多的一些文物呈现新竹县在教育上面所耕耘的一些成果。谁要去这种书房上课啊？哦，有没有看到？就是把老师请到有钱人家，会把老师请到家里啊，或者是在那个乡镇的庙啊，借一个地方啊，就在那边上课。透过导览，老师甲囡仔小解过去，老师是安怎上课？新竹县百年小学主题展览，除了让囡仔来了解台湾教育的演进过程，时代第一只摆档回想过去做囡仔的时阵，国校的生活。记者杜文和新竹报道。新选出来法国小姐是一个对北部小镇来的20岁大学生，伊打破选美纪录，选美比赛8年来纪录，以低头鬃的造型摕到冠军。伊表示讲，利用这个机会来传达多元价值的信念。不过有人认为讲，这法国小姐就爱长头毛呀，这低头毛吊顶当然会引起众人议论。分数穿礼服，头壳底袖冠，经过几啊轮的比赛。20岁结束，加做选美舞台顶悬上届光的迄粒星。这个新晋的法国小姐，伊打破纪录，伊是比赛103年以来头一个以低头毛的造型摕到冠军，引起法国社会讨论。Et donc du coup je lui ai dit couper parce que du coup ça a changé qu'on a les cheveux longs ou fins, c'est notre féminité elle est là. 这个选美的头毛型是整个头一个头毛店的设计师都给弄家的，伊鼓励结合以低头毛的造型来参加比赛，嘛无要意负面的评论。英国大部分的法国小姐拢是留长头毛的，真侪声音都批评讲，评审为着要传达国情文化，才会特别强调对多元性别的包容，选择中性低头毛的结合，才做冠军。因认为这个举动，互选美的比赛失去初心，甚至有人阁批评结合的外表。不过袂少人还是甲小天，亲像伊的故乡北部的一个庄仔头，看地碰面的居民都感觉真骄傲。J'ai cru comprendre qu'on disait énormément de mal et parfois un peu de bien par rapport à cette coupe de cheveux. Bon, moi personnellement, ça me dérange absolument pas. Ah bah tout à fait, ouais, c'est une fierté pour le village. Hein, elle a commencé, je veux dire, Miss Nord-Pas-de-Calais. On l'a soutenue samedi soir lors de la diffusion qu'on a fait dans la grande salle des fêtes, quoi. 佢哋目前伫大學讀數學甲統計學，伊捌講，無論啥物款的頭毛型，伊攏認為家己是一個堅強的女性，嘛希望透過這個以低頭毛來參加比賽，展現多元的價值。主辦單位講，選美的比賽對時代進步，今嘛超過24歲，已經結婚，或者是下性別的人士，攏有資格參加比賽。不過，也是有女權主義者質疑講，這場選美的比賽甲英國同款，充滿性別歧視。公司新聞兩間編譯。寒流特別大，千萬唔通掛無事牌，氣象做伙來看賣。宜蘭到新竹對14度到17度，苗栗到雲林對15度到22度，嘉義到屏東對17度到24度。宜蘭花蓮台東對15度到23度，平湖金門馬祖對9度到20度。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